国际想要紧来看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只小飞行机是不明原因摔落来，去击到一间零件厝火烧。这飞行机驾驶就是美国合众金行的副董，是当场死亡。因伫个迈阿密是有公车司机，敢若是含这旅客起冤家，伫遮来开枪，弹死2人。 徛个和大火包围，乌烟沁到天顶去，一旦看到当地居民围伫徛街附近，载着火灾愈来愈大，一直向后壁退。Looks like a plane crash in Brooklyn Park. 这个火灾发生伫美国明尼苏达州，当地2号一只小型的飞行机原本要为爱荷华州飞去17公里以外的明尼苏达州，煞伫飞到目标正前的6分钟，飞行机头向下边直接摔伫布鲁克林公园的一间徛街。美联社报道，当地消防部门表示，这只会当载6个人的飞行机摔机的时阵，2名处主，一个人无伫厝，一个人即时逃走无受伤。虽然唔知影飞行机面顶有偌侪人，也毋过无人活落来。美国合众银行伫3日发出声明，表示开飞行机的人是公司的副董事长多兰，因为暂时无清楚摔机的原因。美国联邦航空局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嘛已经介入调查厘清。另外一个意外发生伫佛州的迈阿密，当地30关点3点左右，一名公车司机技术甲车顶的乘客发生冤家，最后煞向乘客开枪，造成2名乘客死亡。 At this time, we know that the transit bus driver fired his weapons, and in results of that, 2 victims were transported to Aventura Hospital. Shortly after, both victims were pronounced deceased. 事发现场，这台属于迈阿密地铁群的公车，技术打停伫当地西北第7大道，甲183街路口附近的一个购物广场。有看到的人表示，当时要听到6声庆声。警方接到消息赶到现场，甲伤患送病院，嘛甲公车司机拘留，带登去警局调查。迈阿密地铁群的交通加公共工程部门发言人表示，犯案的司机已经违反地铁群的公车司机袂使揸枪甲武器的规定，会全力配合执法部门的调查。广西新闻台是唐平玉。